开荒南美洲巴拉圭，做到巴拉圭一贯道总会理事长。是今天去拜访2020年2月份，将军退休前哨市长。那在我左手边呢，也是将军，是候选人学生。他2010年张经理他们来这边这些手续都是他帮他处理的。2012年他全家都求到。今天陪我一起去拜访美海明市市长。优秀了拿着国画的是理事长，左右边都是将军呢。右边年纪比较大的退休的将军还选上了市长，左边的是将军还全家求到了。以前是他的学生呢，还有办公武道学院，传授中国武术、中华武术。理事长，民国好像76年就到南美洲巴拉圭开荒了，已经30几年了吧？那么久了。他的儿子他的媳妇，儿子娶当地的巴拉圭人，很有成就了。他的太太也是跟着他一起去巴拉圭开荒，开荒都很辛苦了。他的太太比较早过世，还教武术，还教那个中华文化。你看，能够学西班牙文，然后还能够传播中华文化，还能够传一贯道，还能够帮助军方、政府政治界的